都是他一手安排的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依然。这些年，我想你一定过得不好，或许在心里边也深深的恨着我。但我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无情无义，从来没有找过你。我一直在找，但我找不到。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。我也痛苦，痛苦了很多年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晚上我都会拿着你的照片看。我们自己去了哪儿？谁能告诉我？但没人能告诉我，我只能傻傻的想，无论当初你怎么骗我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一定原谅你。只要你能回来。正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却是天乐的女朋友。我心里边很困惑，我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很嫉妒，但我也跟自己说，这一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还爱着你。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，现在显得很苍白，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不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伤害是注定无法弥补的。你走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们聊得怎么样啊？你看啊，你跟他呢，这毕竟有8年的这个误会，你想让他一下接受呢，肯定有难度。要么今天你先回去，你给他点时间。要么这样，我再帮你去试试，好不好？依然，我是天乐，你给我开个门呗。那个少宇他也是不知情，才跟你误会了这么多年。我知道，这一下让你呢把这误会都给打消了，也不太可能。是应该多给你点时间，但是你能不能开个门，你们俩再谈谈呀？天乐，你别再说了。哎，那个依然，要不这样呗？你看啊，你一个人跟这住着呢，也不是个事儿，你没个照应。
要不你先跟我搬回去吧？你搬回我那儿呢，我们有个照应多好啊，行不行？我不能再麻烦你了。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利用你。上次的事儿过都过去了，咱就别提了呗。你呢，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我是觉得你先跟我搬回去比较好，啊？我真的不能再搬回去了，你走吧。那你自己好好静静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李密。喂，谭总，明天上午10点给您约了客户见面，提醒您一下，别忘记了。李密，以后我不会去公司了。你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事儿，直接跟我母亲说就行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谭总。行，不多说了，先这样，有事再联系。但是谭总，你不去公司了？不去了，不想给人当棋子。你跟你妈妈怎么谈的呀？有没有好好聊呀？谈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妈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真正的感受，她不清楚我要什么，所以只有摆脱她，我才能拥有我真正想拥有的东西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其实我能理解你对依然的感情，你们俩现在都还爱着对方，只是因为前面的伤害实在太大，所以都需要时间。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归于好的。也许吧。虽然现在我跟依然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误会了，但我真的觉得他对我还有很多的敌意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不这样。哎呀，坚持呀！我相信你坚持，依然一定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，而且我们都支持你。你妈电话？不管了，谢谢你啊。加油！没事啊。夏丹，你吃辣吗？啊妈，他不吃。我问你了吗？吃吗？我们家爱宝啊，口味就是奇怪。什么奇怪的、不能吃的、不能放到嘴里的，他偏要去吃。妈，怎么说话呢？哟，怎么了？今天是见你啊，还是见他呀？我是跟他聊呢，还是跟你聊啊？你怎么问不合适？不能说啊。那好吧，服务员，我们点菜吧，吃完了就走啊。妈，你问，我替他回答还不行吗？你替他回答？你能替他回答什么？你能替他叫我妈吗？
你能替他教你们的孩子说话吗？你替他挣钱，替他工作，替他养他的全家。你要不在家，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替他打110吗？你替得了吗？我不能。那我就把他带在身边一辈子。李爱宝，这句话我怎么听得那么陌生啊？这句话我喜欢听，我这半辈子都想听这句话。你不要忘了，当初你工作的时候，差一点没留在上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很高兴啊，你说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出去闯，不能天天陪在家里，不能天天守在妈妈身边。你想过我孤单一个人吗？你知道我天天看着那个电话，就等你给我来电话。你怎么没有想着把我放在你身边呢？带着我呢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我很明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就是想娶她吗？可以啊，你把她娶回家吧，我就走。房子现成的，家具全套的，我还不够明白吗？不是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卑鄙啊？卑鄙，儿子，不是妈妈把人想的卑鄙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当然知道，你这个人不卑鄙。很难说有的人会很卑鄙，跟着你一起串通好了来骗我。前2天电视上还说了，不要装着自己像个清纯的小姑娘，一边走路啊一边采花。你也回头看看，你破坏了多大的一个花园！谁骗你了？谁想骗你了？我说妈，你好歹也是个有文化、有修养的人，你怎么说话这么过分呢？李爱宝，你当着这么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你这么跟我讲话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对不起。你拦着我走，我走。不是妈，妈，你到底拦谁呀？你拦谁？你先坐，妈，你坐好吗？哎，夏夏，走了好，走了咱俩吃。妈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你不就怕他是个负担吗？当初我跟薛晶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那么通情达理？又要给钱，甚至要把房子卖了。那可是你跟我爸一生的积蓄啊！夏丹他1分钱都没问我要过，怎么就到他这儿就不行了呢？我就是喜欢他，他不是不会说话吗？我就喜欢他不会说话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好，你和他在一起吧。我明白告诉你，我就喜欢薛晶晶，我愿意给她钱，给她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个会说话的人。谭少宇已经决定离开新华公司了。真的？哎呦，这回是真豁出去了。其实挺伟大的，表面那么冷峻，骨子里还是重情重义。你说他当惯了少爷的人，离开公司能习惯吗？他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是想好了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少宇心里最牵挂的是依然，依然又不肯原谅他，咱们俩得想想办法帮帮少宇吧。这依然啊，受伤太深，你让他一下原谅谭少宇呢，这需要一过程，咱不能着急。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我觉着啊，咱第一步呢，现在让这依然啊离开那小旅馆，只有离开那儿了，回家住了，咱才能慢慢接近他，多劝他。你不是都跟依然说过他不同意吗？那咱们怎么办？把他五花大绑回你家呀？我倒是有一馊主意啊，能够把这依然呢逼回我们家去。说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这。张老师，哎，过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来接依恋。
依恋，那个他刚才已经被爸爸接走了呀。爸爸？嗯，哦，您是说全家福照片上面那位吗？对啊。那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喂。哎，依然，我把依恋呢接回来了，晚上你来我这儿吃饭吧。好。一会儿依然来了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呀？你去开门啊！你去开门，我开门，他。依然，我没怪你，你别这样。我来接依恋，我让他以后别再来打扰你们了。别呀，他喜欢这儿，你不能不让他来呀，是吧？人呢？睡了。今天晚上啊，说什么也得让他留下。睡着了，出来吃点饭，弄好了。旅馆跟家里没法比，你在那儿想吃个热菜热饭都没有条件，不像在这儿，那儿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没错。而且那依恋啊，喜欢我这儿，我什么都有。你看，游戏机也有，玩具也有，要书也有，你就别让他去那儿，那小旅馆多不方便呀。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要这么跟我说的话，你就属于见外了啊！我没见外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这2天正在找房子呢，等我安顿好了就请你们过去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就是还在跟我别扭呢，是不是？我真没这意思，你别误会。那就这么定了吧。咱吃完饭我去小旅馆帮你把东西搬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过2天就能找到房子了。你看你老你。我睡醒了。哦，你睡醒了。啊。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能不能不去住小旅馆啊？对，你看你那孩子都说了，能不能不搬去小旅馆住啊？我喜欢天乐镇，我们不要去那儿住了，我们搬回来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就答应我嘛，好不好？你看孩子都求你，你就答应吧啊！你看你这衣服都穿上了，行吧？哎，这就定了啊！来，吃饭！哎，那个马上好啊！都凉了，赶紧的。
情绪不高啊？没事儿。又是跟薛老师吧？啊？哎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我总觉得这薛晶晶她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呢。最近她总是什么？把话说完了啊？她总是躲着不见我。她这学校也没什么课呀，最近。那肯定是你惹人生气了呗？没有，白天都好好的，就是一到晚上就逮不着人。白天都好好的，到晚上逮不着人。这晚上，哎呀，不是，哥，什么意思呀？那个，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不是，要不你陪我去跟踪他一下呗，咱看看他晚上到底干什么。你有病啊！咱俩大男人晚上跟踪一小女孩。不是，我怕我一个人去，我害怕，万一碰上点什么事儿。能碰上什么事儿啊？当然能了，我要碰上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，我控制不住啊！哎，我行，好，我陪你行了吧？不是那个跟踪这事儿，你想好了？晶晶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在等你，进来吧。啊，好。你干嘛去？你干什么去？冷静啊！冷静。少宇，还在生妈的气啊？你整天不去公司，在家里干什么呢？休养。好，我就给你放几天假，休息完继续回去工作。我不会回去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去给依然道歉。让我跟尚文芳道歉，那绝对不可能。只要你一天不跟他道歉，我就一天不回公司上班。少宇，别让妈太为难。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，我要把依然追回来。你疯了！你跟谁在一起我不干预，就是不能跟这个尚文芳。为什么？我连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少宇，我辛辛苦苦栽培你，是要让你成就一番大事业。那个尚文芳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，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出息的。我不稀罕，我就不有出息，怎么样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直都是你的傀儡，一切决定全是你的错，我什么自由都没有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需要，我可以靠我自己。靠你自己？靠你自己能做什么？我帮你安排好一切，你坐享其成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要江南手，我不要。少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回不回公司？不回。不回公司就给我离开这个家。好啊，我离开。好，你记住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离开这个家有什么后果，你想清楚。阿姨来了，阿姨好。什么情况？我要搬出去。少宇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愿意为这样的女人，连妈都不要了吗？
我在最后回答你一次，我要摆脱你的控制，活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首先是我儿子。阿姨，冷静一下吧，要不您先坐会儿啊，我给你倒。这是我们家的事情，不要你管，别在我这晃悠，赶紧走。我去收东西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你都出来了，我还能不出来吗？我跟你一样，无家可归了。哎，你今天跟你妈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正是吓了我一跳。因为依然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进门的时候不也一直喊依然的名字吗？怎么了？依然终于答应不住小旅馆了，回天乐家住。他一个人在外面还带着依恋，的确挺不安全的。是啊，这挺好的。你这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去哪儿？投奔天乐呀。走吧，一块儿。我不去。谭少宇，哎，咱们俩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了，你别再摆少爷脾气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你平时一直都住别墅，突然一下集体生活会有些不适应，但是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调整好心态，有地儿住就行，别挑了，走。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，依然还没原谅我，住在一起的话不方便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原谅你呀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哎呦，都说了你不用管我了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走了。哥们怎么了？这昨天呢，我们呢看见薛晶晶进了一个高档公寓，跟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俩人在谈工作。大下午的上公寓里谈工作，我明白了，我这 W 吧是钱，哥们这 W 是女人跟为什么。你说为什么呢？这女人为什么大下午跟人上公寓呢？不信她是那样的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离她远点儿。哎，你跟夏丹关系不好了？没有啊，好好的，妥妥的，没事。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等，有话你就说，你别老阴阳怪气儿的，行不行？谁阴阳怪气儿的？本来就好好的吗？我这无事一身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打从小学到现在，我就没那么轻松过。好，说正经事儿，你这房本怎么着？拿回来没有？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冲动，你最不缺的就是一颗恒心。我还没二到那份上呢，手续都办差不多了，过两天就拿出来了。行，能拿回来就好，剩下的咱慢慢想办法。我知道呢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呀自己想清楚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走了？别，晚上一块喝酒吧。
午饭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蕾蕾。行，都是艺术家。吓死我了！干什么呀你？至于吗？我在这儿能干嘛？等你呢，我没地儿待了。没地儿去了。嗯，跟少宇吵架了？我跟少宇没吵架，少宇跟他妈闹崩了。少宇跟他妈闹崩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就是依然的事儿吗？少宇的妈妈知道少宇还跟依然有联系，就闹崩了呗。少宇离家出走，我也没地儿待了。哦，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想求我，让我收留你，然后搬我们家去？能不能不用那个“求”字儿啊？哦，行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你还有辙，不用求我是吧？我本来还想的说你要求我吧，我考虑考虑是不是收留你。不，那个哥，求。什么？听不见。求。哎，对，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求我就收你，走，回家，多简单个事儿是吧？慢点啊，慢点，哎，你脸拉着点，你慢点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啊，到了，这么神秘啊！哎，到了，准备啊，1、2、3，噔噔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太好了吧！注意点。那个，谢谢什么呀？是吧？哇，你们好有心啊！姐姐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怕了。真乖，依莲。那要是我晚上睡觉害怕呢？那你等着，我再去给你拿一个。再去拿一个？你有多少个呀？啊？姐，我知道你还在想那事儿。那事儿来的是挺突然的。我当初反对你们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既然我当初选择了相信李爱宝，我也就相信他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你选择信他，就别瞎想。今天是梅兰妮同学第一次入住我们家，我们表示欢迎。那个，我是不是得发下言啊？行，那个，我很感谢大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。从我家出事以来，这20多年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朋友像家人一样的温暖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是。现在再多的谢谢都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话，谢谢。梅兰妮，我也想说2句。之前有很多事情咱们2个之间有误会，希望你别介意。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。还有什么误会啊？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，咱们一起向前看。哎，对，向前看，干杯！哎，你鼓什么掌啊？老师说了，看到感动的画面都要鼓掌的。哦，那我们就一起呱唧呱唧，欢迎！
进，进来。忙着呢。哦，叠叠衣服，坐啊。哦，没事儿。那个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，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。他和他妈为了你的事儿吵了一架，事情好像还挺严重的。他妈当时气得脸都青了，少宇也是拿着箱子就走了。那个，我想问问。少宇现在这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嗨，我能怎么想啊？他的事儿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这个心我操不着吧？你希望我怎么想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觉得。你看天那么黑了吧，他一个人在外面可能也没地方住，挺可怜的。算了，让他自求多福吧。那个，要不你先忙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早点休息吧，今天一天够累的了。好，哎，谢谢你给我收拾了房间。客气什么呀？晚安。晚安。我已经成为美克拉美的正式员工了。他这什么情况？我没摸准他是什么态度。我说少宇现在的状况吧，脸上是没挂住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但我一激他，他又说少宇怎么样，他也操不上这个心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啊。哎呦，你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你就说啊，他俩的性格，谁都不愿往前迈进这一步。这事儿啊，还得咱俩操心。我觉得还是把少宇叫过来住吧。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样才有机会。对，哎，你刚才给他发消息没有？说没说他现在住哪儿啊？我发了个微信，他说他现在住在一个公寓里边，后来也不回我了呀。行吧，这样，明天啊，我还是去找他，我跟他说这事儿。到时候把我的微笑扯没了，我是要付通讯费的。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，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。没有必要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而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正往你房间走呢，桌上肯定没有。不可能，早上是我给你收的床嘛，床上根本就没有。哎，等，哎呦，这怎么都掉到床底下去了呢？你猜在哪儿？掉到床头柜那儿了。哼，现在啊，像妈妈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一天不带手机那都不行。你说你不带手机，你怎么工作呀？总是那么丢三落四的。行了，找着了啊，挂了。
实用手语。手语？哟，我尝尝。心情不好。做得不好，失败了很多次，抱歉让您失望了。哦，来，跟男朋友吵架了？年轻人嘛，总有火气大的时候。但不管他是谁，我觉得他是幸运的，让人羡慕。哎，老板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，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的教。其实啊，你已经很不错了，比起我酒店的小厨来说，已经强了很多。开展新的业务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如果心情不好，就给自己放个假。女孩子不要让自己太累了。嗯。嗯。哎，可以啊，现在这打扮，这轻松的状态，不错呀！啊，这不也不用天天去公司了吗？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，这整个人觉得自由了，状态肯定好了。保持住啊！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给你支个招。我先问你啊，你现在想不想跟这依然两个人缓解关系？这事儿不是我做主的吧？那天在小旅馆，你也不是没看到依然那是什么态度。所以我就要给你出这招呢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干脆你呢搬到我们家来，大家呢住在一块儿。你现在不用考虑说这尴尬不尴尬，有我跟梅兰妮呢在中间给你和这稀泥呢。你搬过来呢，就离依然近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时间长了，感情不就恢复回来了吗？那是你想的理想，这万一是我搬进去了，人依然搬走了。我觉着啊，应该不会。要不这么着吧，我跟梅兰妮呢帮你探探这口风。一日夫妻还百日恩的，哪能对你这么绝情啊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不是。你好。哎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两位请慢用。哪位买单呢？我来。谢谢。我跟你说这事儿呢，你呀上点心。你看现在你和依然这误会都已经解开了，核心问题就是这依然心里这个坎儿不是过不去吗？你得抓紧时间，别错过了机会。那你先看看依然什么态度，我再想想。打扰了，先生，您这张卡刷不出来。是这样的啊，我今天啊，碰上谭少宇了，
他现在情况不太好，就是说他妈已经把他的账户都给冻结了，他现在分文没有，这还死扛着呢，而且呢没向他妈低这头，可现在吃住会有问题了。我跟你说呢，就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我想让谭少宇就搬到这儿来住，可我今天跟他提了，他是怕你别扭，所以就没答应。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告诉他这事儿就算了。这是你的房子，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哎，那个，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让他把东西都给搬过来了啊。干嘛呢？走啊！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不合适。我跟依然这关系真的尴尬。道理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吧？人家依然都已经默许你进门了，是，进去肯定会尴尬，可你时间久了不就不尴尬了吗？不行，我还再找个地儿。别！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磨磨唧唧的。道理讲完了啊，我告诉你，送佛我就只能送到这儿了。你要是硬别扭着吧，错过了你跟依然的机会，这辈子你俩老死不相往来了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嘿，箱子还得我帮你拿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来，进来。哎，怎么样？咱俩现在一样了啊，都投奔天乐了。谁跟你一样？你是求着我进来的，人家是我请进来的啊！怎么着？啊，依然，依然，什么？进你房间。啊，对，里边。哟呵，行啊你啊，心灵手巧啊。不是我弄的。啊？这依然给你收拾了。怎么样？这还习惯吧？习惯。但看依然那态度，好像还是挺回避我的。我就跟你说，住进来肯定会别扭。人家不会一直回避你的，这不刚见面吗？你总得给人家一个适应的过程，是吧？你看你这房间都是依然帮你收拾的，这说明嘴上不说呀，但心里头装着你呢。我跟他生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了解他。什么都了解啊？我在心理上了解他。他嘴上不是主动说的人，但是你吧，你得主动点啊！你先明白。看电视呢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啊！下来就说，再过一会儿就泡我汤了。那个，明天。这电视怎么没声了？是一直就这样，还是就今天这样？
坐着了。啊？你把遥控器给坐着了。送了齐符合我性格的铅笔。小点声。依然，这以后我也住天乐这儿，大家也算是同一屋檐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咱们两个要总这样不说话的话，我觉得挺怪的。没不说话，但是也不能总没话找话吧。也是，对。哎，我那想上厕所，人在外面聊着，我又怕打扰他们，憋死了。我觉着吧，咱俩呀，要不还是出去吧。你觉不觉着咱俩在这屋里头特别多余？你想想啊，咱俩在屋里，他们俩呢在客厅，他俩干点什么事儿吧，就随时防着呢，咱俩出去。你觉着呢？行，那咱们去看电影。我觉着可以，那咱走。那个我和天乐出去一趟，不在家吃饭了，你们晚上自己吃啊。你们俩干嘛去？我们俩看个电影。哎，你买这么多票干嘛呀？买2场呀，好不容易给他俩凑一块儿，不得让他们多相处一下呀？那又不是看2场啊，他看傻喽？怎么着还不乐意呀？别，乐意乐意。哎，你觉着家里那俩靠谱吗？这还用问吗？少宇心里一直有依然，这不用说。依然吧，不但默许少宇进来住，还给他打扫了房间。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在那晾被套呢，原来是给少宇准备的。哎，那就行，没枉费咱俩这白费功夫啊。哎，对了，这2场什么电影啊？励志爱情片，青春爱情片。啊？怎么没买枪战片和悬疑片啊？怎么着？就这个，爱看不看嘛，那还挑？哎，不挑，不挑。这是给我盛的。这屋里又没别人，就要吃吧。谢谢。依然，我住在这儿，让你面对我，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别扭？没什么别扭不别扭的。我就是不想再去影响你的生活，更不想你心里边觉得不舒服。你是天乐的朋友，我们都一样，就当是合租关系呗。吃饭。
拿着。这件外套，这种材料的不能放在洗衣机里洗。还有不同颜色的要分开洗，这白色的更不能跟着一起洗了。啊，我以前自己没用洗衣机，所以不知道这些。你要是知道就怪了。还有其他的衣服吗？还有几件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拿过来吧。随便放。看了2部片子，里面女主角都那么有理想，跟他们比，我简直逊爆了。嘿，看个电影怎么还给你看颓废了呢？看电影咱不是为了高兴吗？就觉得日子天天这么过吧，我也没找到生活的动力，做什么事儿也提不起兴趣，感觉自己对社会没有价值了。这自我价值啊，是通过社会实践的来体现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啊？珠宝设计。珠宝设计，就是设计钻石那种的。真的？嘿，那你为什么学这专业呀？因为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个钻石设计师。我特别喜欢星空，我觉得钻石跟星星是一样的。每设计出一款钻石吧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拥有了一颗天上的星星，并且把它打造成我觉得最完美的样子。所以我喜欢钻石，但不因为它名贵。嘿，这理想多好啊！太棒了，这想法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我哪天带你去一地方，对你的想法特别有帮助。什么地方？那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那你去时候你知道。听说话说一半，讨不讨厌？哎，就这样。我还不稀罕知道呢。哎呀，哎，我们俩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啊，也不知道他们进展了多少啊。甭管进展多少，多少都是进展，咱就别着急了，让他俩慢慢相处啊。走。你倒了杯水。谢谢。你的饭做的真好吃。还有那个洗衣机，我以后知道怎么使了。还有依恋，还是在寄宿学校呢，是吧？他周末才回来呢。反正我跟这个小家伙接触呢，我觉得他特别聪明，也有艺术细胞。那我想，比如说钢琴啊、跳舞啊、画画啊这些，他都可以摄入了。那么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上海开的挺有名的这种少儿艺术培训班，我想有机会的话带依恋过去看看，你看行吗？我主要是觉得依恋现在年纪还小，我不想让他上太多的课外补习班，还是以玩为主吧。以后学业越来越重了，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也是，小朋友嘛，应该多玩一玩。天性解放。要不这样，那以后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带他去上海周边玩一玩，比如说昆山啊、佘山啊、崇明岛什么的。如果觉得远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带他去游乐场看看。有时间再说吧。好，有时间再说。我给你削个苹果。不用，你自己削着吃吧。你会削吗？什么东西都得有第一次。别划着手，太浪费了。你来，给我，快给我。给我吧。没事。我们回来了。电影挺好的吧？
你俩今天进展怎么样？也谈不到什么进展，反正这一下午相处下来吧，我觉得依然呢，对我还算有感情，但就是也还有戒心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是怎么把他心结给解了。反正就我的观察啊，我觉着呢，他对你也有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就行，你俩呢就是互相磨合，慢慢的靠近啊。我给你出一招啊，这周末我跟梅兰妮出去，有一整天的时间，你可以呢对那个依然好一点，让他有点感动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感动啊？这我教不了你，你从小是在女孩堆里头长大的，这你还不了解女人吗？不懂女人吗？我懂什么女人啊？我也没主动讨好过谁。再说现在依然这情况，你觉得用一般的招能有什么效果呀？招跟招不一样啊，就是一样的招，就用的方法不一样，结果就会不一样。你好好琢磨琢磨啊。什么呀？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你今天跟天乐看了什么电影啊？我们今天看2场电影，看的时候都觉得挺好看，看完都忘了哦。我记得男主演都特帅，就记住这个了。那你们今天在家都吃什么了呀？吃的我做的饭呗。啊，做什么了呀？有蒜苔炒肉、西兰花、手撕包菜，还有一个麻婆豆腐。哎呦，好丰盛啊！好吃吧？好不好吃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没吃过似的。哎呀，那看来你们俩啊，什么呀？就更那个哪什么呀？你算了，行了，你都累坏了吧？看了2场电影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早点休息。怎么还带感人的呀你？回去吧啊。晚安。不送你了啊。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！如果他们谈得顺畅，证明他们俩就没戏。你想一想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依然心里肯定还有少宇。哎，我是跟少宇说啊，让他想个招，想办法呢，让这依然呢感动感动。这我在行呀，哄女孩嘛，我给他出招。行啊，那你多出出主意呗。哎，你别给他俩搅和黄了啊。还有，那周末你跟我出去呗。干嘛？你老跟家里头待着，他俩怎么发展啊？咱俩出去，我呢帮你找找灵感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别回了啊，我睡了，晚安。今天谢谢你了，告诉我怎么使洗衣机。你也该学会自己做些事情了。我这人学什么东西都快，然后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什么都会做了，真的。我累了，晚安。我累了。
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做个好梦。还没起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哎，宝！哎呦！哎，祖宗，几点了？快起，快起呀！快起来呀！你大理。